哎呦，姑娘啊，哟，嘿你，哎呦，灰姑娘，真见係你呀！媳妇，让我来到两边呢。哎呦，我呀來放油啦，那你嘞？哎呀，前年啊，我呀去nhà một khảo，我老爺講錢啊，人家阿爸，個媽呀，年紀還強啊，就那個回切啊，讓我呀真經過2年的呐，哎呦，變成哎樣個模樣啊，還能賣身葬父啊，啊你到底發生乜個事情啊？我講起來也一言難盡。父親來世了，天上所在無親無親，父親到了就忘有安葬。媳婦，我拜託你將我買下來，我願意做牛做馬來報答你。哎呦，好氣啦，我男要做乜計啊？我也無欠無響的啊啦。也無欠嘛使用人啊啦，再個講啦，你看啊，咁呀，數錢強要哦，像你安樣行，安樣把人給做噻。我也知啊，某個事情就唔會做，只有好了輕輕抒發，說吧就唔是命個，唔講我會好。為了父親，我做乜嘅我就願意，拜託媳婦好冇？輕輕書包，記咩一個千金小姐哦，地書塔里哦，嘿嘿嘿，阿樣好，上來又買茶，阿樣好，媳婦，你願意？就佢買下來，你希望？還有咩啦？我哪有辦法買你？不過哦，有人會幫助你呀。希望啥嘞？哎呀，家下你才講哦，咱能得到nhà bà安葬啊，哪該你就願意做，係冇？到了下來，就算我要來人嘅性命，我也願意啊。哎呦好啦，我咱講，我要拜來那經上啊。我就要推個留言我呀，我嚟請偏房啦。你那還答應我哦，我馬上啊就拿錢幫nhà bà安葬，然後你聽我轉錄用。莫該，係偏房，媳婦，萬萬不可，我無愛。喲，家下真講下聽，講乜嘢你就願意，也要講無愛。做乜解無愛呀？我生來也係千金小姐，我能嫁本陪你做偏房，婚姻刺繡，到了是我父親嘅名上，會永伴長好咧。你咩好咧？那個千金小姐呀哈，跟nhà bà就死體嘢啊！你也是弄男的嘛哈？你哪有算那個千金小姐呀？哎呦！我啷講啦？就說啦，你唔可以聽我轉去啊！你咪窮樣，我咪半騙人，做奴做婢啊！咁多時間啦，你要聽到一隻啊，較壞嘅主人啊，你呀咪吹吹打打，就要俾人糟蹋咯！哎呀，你這娘亂子啊，你咁樹洞得起？你咋個留言我呀？家財百萬嘞！佢從外間呀，得啥子我弄嘅泰山人了？你家己呀，雖然講啊，係做偏房啊，不過你也知道啊，乜嘅事情你就唔是做，還有人讓你服侍呢。哎呦，咁樣唔好。你講留言我，佢嘅婦女。咁會結束我呀？哎呦，你放心啦，我呀做個劉夫人，拜託我來做媒人去啦。那唔係哦，講嘅楊公婆啊，結婚都阿哋按叫嘅，就冇公子啊。
那我老给请偏房。好，相信媳妇唔会偏爱，为当日嘅阿爸，我替你去。哎呀，那好，加油耶，家，来准备，老爷爸判后事，这时间是唔等人了，来，家来，来去啦，来去。阿了。前些日子，白头媳妇推老爷亲切一事，已经过安久嘞，到今就冇消息。唉，罢了，还是冇想按多小丑一时吧。哎，这样，来，两位过来。来，见过夫人，媳妇来嘞。最近参见夫人嘞。媳妇，哈，外头夫人的事情可有消息啦？有来，就两位啦，俩。面前见过夫人，哇，好，果然不错。看几次的行道，孙强啊，迄个前景小姐来。我问你扮做乜嘅名相呢？并夫人，我想配小命难移，家中还有后人，但存爱一年，就存你一年。哎呦，夫人啊，你记啊，本来啊，咩管家嘅千金啊，家宝跌出到，乜嘅钱贵啦，他四处恶种啊。佢无依无话呢，做个卖身丈夫啊，佢好得啦，拄到爱啊，爱看佢哦，老夫人啊，讲个条件啊，当合得到，我就马上攞佢带转来。原来係咁樣顯啊！咦，竟然咁有老幾講，來呢片愛做乜嘅呀？要，當然要啦，係佢自家同意嘅啦，還有我。家爸嘅安葬費啊，也係使出錢的嘛。按樣愛地了，來媳婦，兩片有你嘅車里，還有你先出嘅安葬費。哎呦，家樣都多謝夫人，睇下神來賺嚟啊！嗯。多谢夫人能为我父亲安葬，用眼数了眼来服侍老爷，夫人太恩太德，让永生难忘。何必讲按客气嘅话呢？从今以后，你就是一家人了，祝你安心带下来。多谢夫人啊！不係愛夫人啊，以後會係愛阿姊了。面前就姐姐咯。來，我同你來去見老爺。盛開百花來朝霜月難。
春风来动落叶，有梦凡事来关心头难，便是人间来何事啊结咯？老爷，哦，夫人，你到来了，来，我看玉师啊，你是将来的了后，是没按到准神安尼好么？哎呀，我家下想的当久的呀，还是按到春神呢？老爷，啊？我歹勢，哈哈，我實唔記得夫人都已經並無聲音無要緊，我相信以後一定會有嘅，所以我先安好命，免得以後人怎來想啊。老爷，妾身為你討一個偏方。我就講出嚟，也無要緊。安兒，哎呀，你我暗糊塗啊！老爺，我是講，我已經為你討一個偏方，兩下研究猜門外呀。夫人啊，你這麼暗糊塗咧，跟我就講無愛，我就無愛過頭啦。老爺，老爺。我對你對我嘅好，不願再討他人。不過，我用盼得看你一次，太子家就地，你是份相愛性嘅呢。不過，我嘅都是用盼就是講唔出來，幾多年了，全無消息。老爺，想我拜託你好麼？接受我嘅一片心意呀。罷了，請佢入來吧。蘭英快樂呀！姐姐，蘭英，快見過老爺。蘭英見過老爺。免禮，老爺，既然有事，妾身我還有事情愛無閒，妾身先告退了啊。夫人啊，夫人啊，罷了，事情都到安尼來咯，來，我請問你，到底你按到乜嘅命呢？妾身相配，小命蘭英。原來係安尼係麼？你愛家本來做偏方，唔知係你自家同意，也係我嘅夫人俾你呀。老爺，姐姐並無強迫愛，不加評估，街頭來賣身，係姐姐好心將愛買下，買從我家父親，才有機會來此服侍老爺。我哋看，而非是一般人民間嘅事務，到底你為何我的賣身在此？你詳細人嚟講來呀？老爺，你敢真經愛弟嗎？以後俺兩啥就會公婆咯。當然我就愛弟，你可以家家人嚟講出來嘛。哎呦好，老爺哈哼。
公啊里呀，我们生啊死呀，就送啊悲呀。父亲本是做官人，勤勤书法并才是，我父名喊给陪安亲，经上所采就来送你，为人称职就有清凉，办红事情就显为民。哦，原来就是皮太人，我做人一文有堂，既为人乃是公正啊，少有嘅情感。家族祈祷，跟俺父亲也在哪里呀？恭喜父亲爱敬送喜，不由兰因对邻里，所干犯人就来讨走，因催意见就诉苦刑。放人逃走，难道你朝中敢无办啥去报记嘛？怪就怪在爱父亲记，为人强国给从此，不恨其风给朝天归，朝中无人就来报记，父亲诉苦也偏送神，兰因看见就叫父神。不救父亲就免归依，为多从父长为来卖身。他你讲起也个泪淋漓，可叹人黑来呀夫妻，上天真是个莫可理。给已经嘛，记呀好啊干，素言太不平啊。你看来。原来这位官家千金，做一款的事情，我呀，乃可以趁人之危，俺你老爷输了做偏方，哈，此事万万不可，不可啊！老爷，兰因既然已经卖身拆了刘家。生来俺是刘家人咯，难道老爷你还要叫妾身出去吗？非是啊，我爹想你黑呀哈，算将走投无路，你放心，今日都第二位让我带下来呀。哎呦，兰姨来服侍老爷安歇。我讲的唔要爱托你做偏方呢。不过姐姐有讲过啊，我是爱好好服侍老爷，为得老爷讲得一难办五，生来也系报答老爷夫人嘅恩情。嘿，我讲的唔是安尼，就唔是安尼。那是你真正爱来人来报恩。就是拜我做义父啊！
义父在上，恕我难言一拜呀。我嘅好唔易呀！义父。情是树，家是红，漫步该文中为作工，但愿做一点金榜，宫中有主。宫中有主名流传，上奶老奶嘅母亲，来在刘家嘅蔬菜，也有一段嘅时间了。刘邦父老刘邦妹，弟孙中对你十分嘅照顾，埋也地，但在年少嘅模样之下，万行嘅事情却看人嘅面色。怎么可能来？老奶嘅母亲带得了为你一生年，母亲对我提倡，现在我倾吐圣言，做一口气公命，回转故里，眼看3年一口给强盗。虽然偏松时事做什么事胜利，只不过人生路途暗有烟。那有了个盘子路飞，实在使我全lòng言叹呐。给男人呐。万爱出乡关啊，是我啊不啊生啊，谁不啊难啊？如今啊，不话年啊，但来改心言啊，万事啊呀嘿呀，空笑啊叹啊。爱燕燕就他。